昨暝佇咧屏東甲高雄有袂少人看到，毋知影是啥物物件佇咧飛，後壁佫拖一條長長的火星。有軍事專家判斷，這是中國發射的火箭，也針對這件代誌，國防部是回應講，長咧查核。好奇怪哦！民眾看到奇怪飛行物體，趕緊翕落來。在伊暗時7點外，屏東甲高雄有本來民眾看到後壁拖真長的火焰的不明飛行物，正拄到電視會期間，有人感覺是中共飛彈試射，也有人認為講是火箭。佇社群平台引發討論。從我入開始，然後大概有維持大概快15秒之後，它就整個前面的那個光點都不見，剩下後面的那個霧狀。它不像流星說它在一閃就過了，它是那種很慢，然後它就拖着尾巴這樣子。這個飛行物對西南空域外海方向飛過，有網友以這時間地點推測是中國佇廣東陽江近海執行太空衛星發射作業的捷龍3號運載火箭。中國用時剛剛真暗也發出發射影片，發射地離台灣南部大約是820公里。軍事專家也是相關的看法。捷龍3號依照公開資料顯示，它的最大承載量是1500公斤，也就是1.5公噸。那照中國就是相關單位的資料，它是在進行所謂互聯網衛星的布設，也就是低軌衛星。那它就是要跟伊隆馬斯克的 Starlink 進行着競爭。專家講，捷龍3號是民用的火箭，也毋過會使減水軍事用途，提醒台灣必須要提高警覺。國防部才甲相關單位佇核查。另外，國防部也公布，11到12日透早為止，有共計2隻厝、共男8隻，甲公布船4隻佇台海4區位活動，各軍者嚴密監控。記者綜合報道。